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壽山石裏面嘅牛蛋石，題材係出土。牛蛋石係壽山石裏面掘聖石嘅一種，所以帶有石皮。呢嚿石比較雜質比較多，做佢呢係因為佢比較有一種古樸味，係啊，好似呢個題材出土呢個形制係月王陵墓裏面其中一件掛飾嚟嘅，挑咗兩條龍，其他就係皮飾咯，淨係挑呢個位置咯。個石頭會比較雜咯，主要係攞個感覺咯，一個比較好似真係好似出土咁一件文物咁咯。